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alker。今日大家睇下元朗最新嘅屋苑朗天峰，一個一房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係望內園嘅景觀，亦都望到屋苑嘅會所泳池。咁帶大家去睇睇。朗天峰呢個一房單位，實用面積係有286尺。嚟到門口嘅位置，門口嘅天花頂咧做咗個小燈槽，咁啊柔和嘅燈光。轉過門口嘅右手方咧，就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嘅位置，齊備基本嘅家電，有焗爐啦，一個雙斗電磁爐。咁呢個咧係發展商送嘅小禮物，一個飲水機，下方有洗衣機，旁邊係雪櫃，有高身嘅雪櫃。跟住睇睇下飯廳嘅空間。咁呢個單位係連埋全屋嘅家私嘅，咁樣如果買呢個單位咧，就可以省減一啲家私啦、裝修嘅費用。朗天峰另一個特點咧就係個樓梯特高，咁有3.5米嘅，咁客人咧可以喺翻上面嘅空間咧做翻一啲櫃啦，或者整翻個小閣樓。帶大家睇下洗手間。光線非常之充足，咁天花亦都係有浴室寶嘅，幾乾嘅牆身咧，仲有啲白綠色嘅牆磚啦，一啲大自然嘅配色。帶大家睇下睡房嘅位置，睡房咧係連埋睡床啦，同埋一個衣櫃嘅。窗外景觀咧係望翻南邊嘅疊翠峰。咁亦都冇阻擋晒嘅，都見到個天空。下邊咧就有啲園林嘅景觀。最後大家睇下露台嘅風景啦。咁呢個露台咧就一個300一式嘅露台啦，個空間相當之大。下邊咧就係屋苑嘅會所園林景，望到屋苑嘅泳池，亦都有山景。咁有山有水嘅風景。大家有興趣參觀朗天峰嘅單位，歡迎聯絡返我 Walker。多謝你，拜拜。